农业废弃物咯是袂使乌白烧。屏东县环保局去年开始引进 AI 的监控系统，今年搁再伫盐埔乡设第2期。那 AI 系统判定讲有白烟哦，会随通知环保局来处理。屏东县是农业大县，毋过足侪农民为着省事，拢会直接用烧的方式处理农业粪扫，造成屏东遮的空气品质愈来愈歹。为了加强处理，屏东县环保局去年8月头摆伫坎顶设置 AI 的影像监测系统，因表示查到比人力旋螺搁悬出3成。当我们的那个监视器侦测到，就是 AI 系统侦测到它的那个白烟，然后跟背景的颜色有差异，然后就会去进行做判断。然后判断确认是那个露天燃烧，就是会有这种白烟，它跟背景就会有那个颜色的差异。然后超过一定的比值的话，它就会通报给巡查员。今年5月，环保局搁扩大建制，伫盐埔的大仁科技大学斗第2期镜头，主要是针对屏东北边像九如、盐埔遮的农业地区，尤其是槟榔园、参果子园这款所在，进行规工24小时的监测，希望提升遏止效果。未来嘛会搁找其他的相关点来设置 AI 系统。大家搁卖搁烧啊，卖搁烧啊，因为咱南部的空气真正无好，你若搁烧落去阮的空气会搁愈来愈无好。树叶啊、树枝啊你包包的粪扫车拢会帮你收啦这无问题。啊，若较大量的像要田的，较大量的量破碎，也是讲要甲你清运。环保局指出，国道3号是屏东北边重要的观光连外道路，沿路的空气品质会直接影响来屏东的观光客。因呼吁农民会使等粪扫车，县府嘛有提供免费清运、甲破碎补助，希望民众使用合法的管道来处理农业废弃物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